Example 3正常係唔會咁樣問嘅 ，without using calculator，然之後純數字。咁但係咧呢題都可以好好地咧幫你理解下 log 嘅運算嘅。咁最緊要3條式。如果兩個 log 相加嘅，可以合體變做乘；兩個 log 相減嘅，可以合體變做除法。如果 log 入面有指數嘅，可以拉出嚟出面變做乘法。好啦，咁我哋要用頭先嘅嘢去計啦。第一樣嘢，兩個 log 相加可以合體成一個 log， 中間變做乘法，咁所以變做 log 乘入邊1000啦。咁 log 1000咧係3嚟嘅。好，第二個，如果兩個 log 相減的話咧，會可以合體做一個 log， 然之後咧變做除法。咁如果你就咁除的話咧，會變咗個範分數嘅。咁所以咧，你可以將除法諗成乘佢嘅調轉。咁然之後咧，會出到 log 嘅1/100啦，log 100咪即係-2啦。好，第三個，我哋話合體之前咧，首先要處理一個4先嘅。咁個4咧，我哋可以調翻轉最尾個指數要式，前面嘅數字可以塞翻上去做指數。咁所以咧，佢係 log 16乘以5嘅4次方。咁你可以就咁乘咗佢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你更加好嘅方法咧係用質真數連成式啊 ，prime number。咁啊2嘅4次乘5嘅4次，咁一目了然啦。咁佢就係10嘅4次方。咁即係表示咧 log 咗佢就會出4啦。好，去到最尾一題啦。咁咧就將啲餡咧全部變翻晒做7嘅次方先啦。上面係7嘅2/3次，下面咧係7嘅1/2次方。再用指數嗰條式將佢全部拉晒出嚟出面。咁呢個情況咧就係唯一一個 log 除 log 咧，我哋有意義嘅地方，就係咧如果成個 log 一樣的話咧，我哋可以約咗佢。咁所以咧就得翻前面數字除法啦。咁所以答案係4/3。